主后2025年2月1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广告袂当三抵消。圣经咱做来听读民数记20章14节到29节。摩西对加地斯找使者去见以东王，讲：你的亲族以色列人安尼讲，你知阮有拄着真侪艰苦。阮的祖先落去埃及，住伫遐几若年，埃及人压迫阮甲阮的祖先。阮哀求上主，伊听阮的声，就派使者带阮离开埃及。现在阮伫你边界的城加地斯，但请允准阮经过你的地，阮袂对你的田园甲葡萄园过，嘛袂啉井水，只有行大路，袂偏左偏右，一直到过你的边界。以东王讲：恁袂用得对我遮过，若一定要过，我要派兵攻击恁。以色列人甲伊讲：阮会对大路过去，阮甲精生若啉你的水，阮会照介绍互你。拜托，请允准互阮过。以东王讲：不准恁过。伊就带一大阵武装部队出来攻击因。安尼，以东王毋准以色列人对因的土地经过，以色列人就挖对别个方向去。以色列全体会众对加地斯出发去到何尼山。伫以东边界的何尼山，上主吩咐摩西甲阿伦讲：阿伦念伊要死，伊袂当入去我要赐予以色列人的地，因为伫米利巴水泉的事件，恁违背我的命令。你着带阿伦甲伊的囝伊利亚撒上何尼山，甲阿伦的衫脱起来，互伊的囝伊利亚撒穿。阿伦会死伫遐。摩西就照上主的命令做，因三人伫会众的目睭前上何尼山。摩西将阿伦的衫脱起来，穿伫伊的囝伊利亚撒身上，阿伦就死伫山顶。摩西甲伊利亚撒落山。以色列全家知阿伦已经死，就为阿伦剃口30日。公告袂当相抵消。阿伦是摩西的兄哥，也是上帝竞选的大祭司。伊死的时，以色列会众为着伊久哀30日，袂输是今仔日的国众，可见以色列人对伊的敬重。试想，今仔日的教会若为阿伦举行告别礼拜，讲到这会讲甚物？对书文佫会安怎写咧？对民数记前半部来看，阿伦的一生有真侪美好的故事，但是作者偏偏伫20章24节刻意记载，阿伦袂当进入应允之地，因为伊和摩西伫米利巴违背上帝的命令。可见20章第1节到13节所记载的米利巴事件，毋是伫以色列人有水通啉就结束，是伫上帝的宣告实现了后才实现。伫米利巴事件以后，作者记载上帝宣告摩西和阿伦袂当进入应允之地。无久以后就记载阿伦会死。上帝宣告伫遮有实现，这互咱看见人一生的功与过，并袂当相抵消。就算是伟大的大祭司，也有真侪的软弱。米利巴事件的后续记载，更加互咱看见阿伦的上帝毋是残忍、残酷的上帝，反倒是有怜悯、有恩典、有慈爱的主。这要安怎讲呢？作者伫上帝点米利巴的宣告，
摩西和阿伦袂当进入应允之地，甲实现阿伦治死之间插入一个故事，互咱通比较地上君王甲天顶君王对待以色列人的差别。20章14、19、20记载，以色列人想经由以东前往迦南地，因为安尼摩西派代表去请求以东王的同意。第二是，以色列人绝对袂侵犯以东的土地，只求互因会通过境。以色列人甚至承诺，若啉到以东的水，绝对会付钱。结果，以东王毋仅拒绝借路，也毋互因水啉，甚至派出真侪大军攻击以色列。对比天顶的君王甲地上的君王，上帝和以东王通看到明显的差异。地上的君王以东王，就算是以色列人的亲属，却毋肯互以色列人经过伊的领土，也毋肯互因水啉。天顶的君王上帝却用温慈对待以色列人。虽然以色列人偷偷埋怨，致使摩西甲阿伦对上帝无够额的信心，上帝犹原互以色列人和精生有水通啉，而且伫阿伦离世的时，上帝已经有备好接续伊的大祭司以利亚撒，互以色列的下一代。伫上帝的国度，人的功过袂当相抵消，总是上帝怜悯有罪的人，为因有备每日的所需。阿伦的上帝毋互人的功过相抵消，毋过伊赏赐耶稣基督互咱，甲咱的罪过抹消。拄亲像保罗讲的，因为罪的代价是死，毋过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，白白赐互咱的恩典是永远的活命。罗马书第6章23节。默想，感谢主，踮伫基督内面，我所领受的恩典偌尔大，竟然赢过阿伦。感谢主，踮伫基督内面，我所领受的恩典偌尔大，竟然赢过阿伦。咱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我学了你，人甲精生你拢照顾，求你的圣神赐我勇气，互我无暗藏家己的过犯，互我通得到你的怜悯、赦罪之恩，甲基督永远的永生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